你有呢一族哦，可以上去咯。这紧哦，如果紧行紧走，做5秒客家人特别多。台北县三级镇係在大漢溪嘅水頭，客人差唔多有2萬隻，係台北縣客人遷到嘅鄉鎮，也同客人開發台北事件較密有關係。對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嘅設立，係使得看出三級客人嘅重要性。三級嘅客人無按攝中，5料裡有1半以上係客人，算係當特殊嘅例子。來山東有做就有些，佢保佢，佢牽佢，哦，朋友湊朋友，親戚湊親戚來。所以形成呢個客家莊啦。5料嘅客人係在民國初年對新竹桃園一帶遷徙過來嘅，賣菜嘅宣傳車來到了位，用啲外界用客話來廣播。嗰個東西一落後，很厲害，慢慢的進步，很原住民讓辦到福建上，就嚟後背山呢，用後背山帶，也慢慢的進展的，就嚟向神發下來。5料嘅體型較高，天時較寒，客家先民以種農為生。種農嘅行業較冇人做之後呢，嘅下時係以竹筍、柑、薑麻做茶葉為主。三級係北部最有名嘅竹筍產地之一，尤其係5料裡所出產嘅竹筍係又甜又嫩，也係餐廳大盤點指定愛用嘅。從5料下所看到嘅係寒天長出嘅苗耳竹，已經是得賣到300條。按水果嘅梨葉有嘛，食到就像個梨葉樣。你有呢一族可以上去咯。做得生樣式。蓋一度就可以上去，像梨葉樣，所以按咯梨葉筍。看起來平靜嘅種啦，其實天底下嘅建設係大招股做歸隊，唔係當天人根本唔知竹筍在哪位。所以佢無固定嘅所在，如果緊走，慢慢緊走，係那潛竹筍在緊看樣嘅，無內行嘅緊看喎，像辣樣嘛，看得嚟，但係嚟啊，看得有樣高樣嘅嘛。然後伊記啊，記個奶吼要鹹啊，但佢一捲起來啊，就為下奶都爆黑啦。生嘅竹筍吼，冇接觸到外面的空氣，那種竹筍自己食。竹筍係對內會爆出來嘅，一般人看唔出來。竹筍按荷價3唔讓本人頭蓋，人能講冇材料會帶假新年，連路是行唔出去，係上外頭。也是從竹腔款，喺冇上外頭了為生境發展嘅安全，竹筍係爆唔出來嘅。你又嘛客家人家下對平地就係你冇土地啦，哦，你就家下就有啲嘅技術就係講，薑糯啦、菊啦、杞油啦，哦，你個那山當上有嗰種嘅材料，哦，家下就來當就薑糯啦，行個。做啦杞油啦，就加咁見冰人見種啦。嗰啲下來咩差唔多50人就，係，對大方生根啦。咁但係同時，你啊有陣去到你來說哦，使用設施的，你啊種下來個等到20年，這樣就按太平啦。那等下就準備種下來，我等到望望後代人來煮食。唔係講講啊，如果講我種菜種下來，我都兩三個月就街人嘅嚟上街嘅嚟，如果樹係冇用啊，但係其他都常年作物就到啦。你留咗100年，基本係用用限財啦。因為呢族嘅一種落去嗬，佢就見餐見太便宜啊。而係種落去冇去管理嗬，等佢放得千難灰鐵啦，千難灰鐵，所以種呢係族嘅嗬，除咗研究先呢，繼續嘅。天機啦，天機下來。